华视好新闻来看，高雄的阿莲进前有机车甲大货车相下弄，这个骑乌多摆相载的母仔囝3个人受伤是真严重，因为因的家境无好，阿莲的乡亲就主动来发起着爱心募款。阿莲国小嘛开银行的口座对外来募款，短短1天半就募到180万。 发生伫咧这个月6号，高雄市阿莲的这个路口，一台机车含大货车相 A 发生车祸，骑机车的单甲母仔囝3个人伤较严重，包括2个7岁含9岁查某囡仔，即马拢搁伫咧住院治疗。因为单甲经济歹，面对医疗含福建费，阿莲的乡亲真有爱心，来面册铺募款的文章，同校的同学嘛主动捐钱。1块2块都是我们的心意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快点回到学校上课。若捐咱3钱，同班同学写祝福的话，希望因经好起来，回来上课。我们台湾的社会真的是充满了温暖哈。那这么短的时间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，整个社区哈，还包括整个社会对阿莲国小这样的一个受伤的家庭的关心。校长讲，本来预计2礼拜募款180万，甲单价斗3天，想到无够2天的时间，就达到目标。嘛对外公告说明，唔免阁捐钱啊，希望大家爱心会当帮助愈侪其他有需要的人。